这是啥物件？大家知影无？黑米樱花虾，樱花虾、黑膏啦虾米，今敢有准备互大家试看有卖？哦，我这大班的啦，叶看卖是啥？一人一汤匙啊！多谢多谢多谢啊，卖一喙食落呢，迄因为迄有3种鱼啊伫内底。来，小看卖，你叶看卖，你来叶看卖。叶看卖倒一个是，大部分是用对一种来欠芳的，下落去啊这应该是樱花虾吧？唔是樱花虾伤贵啊。唔是哦，是哦，大部分是用这个黑膏，黑膏。黑膏，真黑。哎所以透早咧煎黑膏就你哦。哎对，哦，哎，规经营狂风，有够到车就是你就是我，哎，带我狗老架掠着，我就讲我哪有迄个鱼翅的味安尼？哎，哎，但是一开始臭车，到尾也愈来愈胖，愈来愈胖愈来愈胖啊！屏东的饭汤袂送无济呢，这是屏东饭汤的灵魂。安尼，哎呀，啊，你甲大家讲这叫什么虾？其实这我袂记什么你甲正经的，讲到灵魂，讲到你拢知虾。这是正港诶。其实阮南部啦，像阮小琉球拢讲这虾逼啊，哎呀，我嘿这叫虾鱼哦，因为其实做做虾干拢会使做啦，但是黑膏是主流啦，啊，伊一定会用虾啊来煸油嘛，嗯，啊做汤头，